这个案件引起着社会关心，讲其实早伫1个月前，相关就用同款的手法，伫学校的附近对过一个女学生，甚至甲王嘴、王面，当时互做无过手。女学生虽然有来报案，但是警方掠无人，因为学校附近有真侪所在拢真暗，参一支监视器都无，无法度有效来过滤可疑的分子。即摆1个月过去，安全的死角也是无补起来，结果出人命咯。 现场拉起封锁线，长荣大学随机掳人命案，嫌犯就是在这处桥下变道行凶。后方就是学校，学生下课走在这条路上，准备前往宿舍，但是晚上灯光相当昏暗，又连一只监视器都没有。离800公尺到宿舍门口才有这支监视器。其实，在命案发生前9月30日时，就吕同学伫社群平台写讲，有奇怪查某人甲对，甚至王伊的嘴，伊大声喊，这个嫌犯才放手逃走。 这件对人攻击事件涉嫌吹死外国学生，这个姓杨嫌犯嘛承认讲是伊做的。学生就质疑讲校方哪会使有甚物作为加强校园安全？1个月后，这个命案都未发生啊。就学校都没有做，希望学校可以加强。这2个案子的关联性，其实我们并不清楚，发生的地点并不一样。当时我们其实并没有多做联想。 当时就是因为无关键的监视器，画面无都提早掠到犯案的人，较含的是连派机落来顺路伤啊，嘛是出人命了才定甲斗起哩的。算几届啊？中原大学的大门口前倒手边是车头，头前是中大路，有一寡店面，掩过正面挖入去，这条代替高架桥卡的便道上边拢是稻田甲菜园啊。暗时光线较无够，人甲车拢无坐，才有嫌犯有机会犯案。比平常还是更注意一些，不要单独一个人走。 恐怖随机掠人命案伫校园一个传出来，学生拢会惊。本来是应该欢欢喜喜读册所在，却因为安全死角发生危险的代志。